如果你台保時捷儀表持續提示電池故障，喺車庫停得耐，虧電無法啟動，最慳錢嘅辦法就係預防性維修，直接升級鉛酸電池，避免突發麻煩，避免不必要嘅拖車費用。因為18到23款卡宴原車鋰電池對於以上異常放電情況好敏感，只要電池虧電就會啟動電池保護，直接鎖死電池。呢一點對於車主嚟講真係好麻煩。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擁有原廠級嘅專業檢測設備同資深技術團隊，專為港珠澳大灣區保時捷車主提供高品質維修保養服務。鋰電池問題喺 4S 維修差唔多要2萬，我哋費用大幅優化，針對性解決18到23款嘅卡宴、Taycan 992嘅鋰電池問題。升級鉛酸電池嘅方案已經非常成熟，一次過搞掂勝過日日提心吊膽。雖然升級技術成熟，但係施工過程對專業性嘅要求非常高，因為升級唔單止係換個電池咁簡單，仲要安裝專用電池線，再使用保時捷專檢 Pvis 電腦匹配，以確保原車功能完整保留。